来这个俄罗斯来侵犯着乌克兰，乌克兰是顽强来抵抗。讲这个俄罗斯有几来的高阶的军官去互击杀，甚至有将军来阵亡。这个震惊上新的状况，要请国际中心的编译杨维静讲互咱知。维静，请讲。是的，主播，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7号发布声明说，在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战斗中，俄罗斯的高阶军事指挥官，同时也是参谋长格拉西诺夫少将阵亡，其他多名俄军高阶军官也被击杀。这名将领格拉西诺夫曾参与第2次车臣战争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另外，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地区中反乌克兰军事团体斯巴达营的领袖佐加也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事中身亡。顿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也证实佐加死亡，并称他是在确保平民离开期间受到致命伤。佐加领导的斯巴达营自2014年成型以来，疑似犯下战争罪，还曾经杀掉乌克兰战俘。佐加之前的前任领导人巴夫洛夫在2015年基辅邮报的报道指出，曾释出一段他与新闻媒体通电话的音档，他还说自己射死了15名囚犯。以上是最新掌握的最新消息。主播。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